各位好，歡迎嚟到 Bookmark。今日想同你討論一個問題：如果人死咗，會發生咩事？喺中華文化入面，有句說話你一定聽過：人死如燈滅，即係話人生就似一盞燈咁，點起來發光，熄咗就回到黑暗，冇光、冇意識、冇未來。呢種想法係根據道家同物質主義嘅哲學。人嘅生命就係氣嘅聚集，死亡就係氣嘅散開，就咁簡單。對於喺呢種文化背景下成長嘅人嚟講，死亡代表住終極嘅虛無。你嘅夢想、你嘅愛、你所有嘅努力，最後全部都會煙消雲散。呢樣嘢引發咗好多人對人生意義嘅深層疑問。既然最終都會死亡，人生究竟有咩意義呢？好多中國嘅文人墨客就喺呢種思想裏面陷入咗對人生嘅悲觀思考。不過聖經俾咗一個完全唔同嘅答案。喺帖撒羅尼迦前書第4章第13至14節，使徒保羅咁講：論到睡了的人，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，恐怕你們憂傷，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。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，那已經在耶穌裏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。佢冇用熄滅去形容死亡，而係用一個好特別嘅字：睡咗。點解係睡？因為睡眠係暫時嘅，你今晚瞓着，聽日會醒返。聖經話死亡都係咁，唔係終結，而係一個過渡。點解可以咁講？因為耶穌基督復活咗，呢個係核心。如果復活係真，咁死亡就唔再係終點。耶穌基督唔單止已經復活，仲為所有相信救恩嘅人開咗一條路，一條通往永生嘅路。你諗下，喺古代其實冇人相信死人會復活，就算係古希臘哲學，都只係覺得靈魂可能存在，但身體一定會腐壞。但聖經講嘅係你會被完整恢復，唔單止靈魂，連整個人都會被更新。如果呢樣嘢係真，咁一切都唔同晒。你今日嘅選擇唔再只係短暫，你點樣愛人，點樣活，點樣追求真理，全部都有永恆價值，唔會隨住死亡消失。所以你會見到兩種講法：人死如燈滅，接受一切終結。但聖經講死亡唔係終點，係有永生盼望，有一個真正永恆嘅家喺度等住你。有趣嘅係，我哋平時講死亡都會用另一種講法：長眠、安息等等。點解？因為喺我哋心入面，我哋其實唔想相信一切就咁結束，我哋渴望死亡之後仲有啲嘢。所以朋友，當你面對死亡嘅陰影嗰陣，聖經就邀請你從人死如燈滅呢種絕望裏面抬起頭嚟。基督已經復活咗，如果你相信佢，俾佢掌管你嘅生命，死亡對你嚟講就唔再係永久嘅黑暗，而係進入永恆生命之前嘅睡眠。你嘅生命唔係走向虛無，而係走向永恆。多謝你收睇 Bookmark。如果呢段內容對你有啟發，記得按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關心嘅人。我哋下次再見。